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周刊的报道，讲桃园罢免掉国民党立委吴虎庭的领衔人陈晓伟，私底下甲民众募款，而且牵涉到金流不明的争议，害原本互相相挺的桃园6区罢团来分裂，甚至互相来抢主导权。啊，陈晓伟背回讲，伊的兴趣绝对袂向来。将一箱一箱连书接料送到选委会，桃园罢免吴虎庭民团5号则联合桃园另外2区送件理解，展现团结。不过，即马说表家己人伫咧相斗。罢团之间的革命情感绝对超乎外界想象。我的枪口永远不会对内，大罢免不割席。大罢免不赌灰，讲家己袂去创空，家己人专因为罢免辜虎庭的带头者陈晓伟，去周刊热料讲，伫咧理解联署期间，要想要举办记者会向外界宣布，口罩信托互人捐款，搁找台派社团或者含会计师背书，只是罢免行动本来就袂当募款，这位会计师明知影做这款代志恐惊违反政治现金法，所以拒绝出席。陈晓伟尾也嘛背回教会募款口罩由来已经政府并不是为罢免行动去设的，不过金流的争议唔拿这一件。就看佮讲，有地方的支持者讲，连署站来一位大声讲伊捐真侪钱到陈晓伟的教会口罩，指明要互逃离的罢免团体使用。陈晓伟讲会甲钱补互逃离的独立口罩，不过逃离罢免团体说讲根本无睇到金流的问题，互人起焦急。陈晓伟领衔人是否应该以高道德标准公开相关的支出跟金流？挂宗教的羊头，卖政治的狗肉，难道没有违法募款的问题吗？悬疑紧张的情节，若是没有齐心的罢牛，不会有这样的数据出来。桃园罢团理解就算送件完成，不过相关话题嘛愈变愈多。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